咁啲香港嘅地方即係等你哋移去先係嘛？你可以行路嘅。暫時廣東省呢邊嘅演唱會我哋仲未去到，但係我諗我哋會先做咗北邊嗰邊嘅演唱會先。或者到明年年中，我哋會考慮做廣東省呢邊。Sorry， 呢邊你第一首先，呢個維港嗰個群星 show 係嘛？佢哋有邀請我哋，不過而家我哋有啲細節嘅嘢，我哋仲要黐清楚啲，所以暫時未清楚嚇。等我知道晒啲詳情嘅時候，會話俾大家聽。OK， 唔使我話，啲報紙都會話俾你聽。OK。大球場其實上一次我哋搞1比99嘅時候咧，已經遇咗好多困難，因為其實大球場嗰度係唔俾做演唱會㗎。我哋上一次係計好多部門嘅大家嘅配合，同埋我哋香港嘅政府俾我哋都上一次幾大嘅寬容啦，同埋嗰邊有好多居民啊，其實係即係佢哋嘅幾嘈嘅。我哋試過上一次嘅時候咧，都有人投訴，不過就大家好好就知道係籌款嘅，所以就冇乜點樣出好嘈啦。咁如果我哋真係要當係自己聚會啊，或者係當一個演唱會形式，我諗大球場嘅可能性就會好低咯。我明白，我都希望第時咧有個地方可以。即係大個大球場，又方便嘅大球場，又靚嘅大球場，又好嘅大球場，係啦，即係會出現嘅嚇。你屋企最靚？我屋企咧就細太多啦。會不會發國語唱片？其實我現在錄這個唱片裡面呢，有一半是國語，一半是廣東的。所以呢，我想兩邊都有，我都想去，我希望我會，哈哈。金馬獎他們有邀請，可是那個時間剛剛好，我有工作在身，所以可能不能去，時間上面。差不多確定。新嘅唱片以乜嘢音樂為主咧？就要問我哋嘅其中今日嘅有份監製嘅其中一位嘅監製人員就係蔡一智，佢係負責嘅其中一部分啫。咁就吳國敬咧就會幫我寫咗歌。咁我細佬謝霆鋒又會幫我寫咗歌，咁仲我會邀請到何耀明張亞東一啲唔同類型嘅一啲音樂人咧，同我一齊合作。咁我其實我對我自己嚟緊嘅呢個唱片咧幾有信心，同埋幾期待嘅。